除了新竹以外，来关心这高雄林园呢，是有3间共头家的幼儿园，伫10月初的时阵是烧煞逼出这苦度囡仔的代志。目前已经有8个教保人员互人停职调查。即马教育局是决定讲，要甲经营幼儿园的爱甲关怀教育发展协会来解约，后个月会先派人来代管。另外，这教育局也要开说明会来了解家长的意见。 趁天气袂伤热，老师带囡仔出来行行走走的。高雄林园的这间中群非营利幼儿园，甲另外2间共头家经营的非营利幼儿园，因为对10月初开始，小煞逼出涉嫌苦毒囡仔的代志，教育局调查了后，已经有8名教保员互停职调查。林园3间学校拢出代志，可等咧找学校的家长愈找愈怨气。去学校会被受虐什么的啊？对啊，因为我觉得政府没有做得很好。对啊，他们应该让我们生小孩，应该要让我们更放心送去学校。 是听到即个，即摆讲林园有3间学校出现这种代志会烦恼吼。系啊，我讲啊问啊，那爱无要读到3万才要读的啊，伊就讲。 啊，无啥物人要顾啊，无法度啊，无人有法度甲顾啊。8名教保员停职调查，违法行为也依法处罚。因为即摆老师人力不足，目前教育局是派临时的教保员来支援。教育局表示，已经甲这3间负责经营的爱甲关怀教育发展协会解约，对11月初1起，3间幼儿园会派人来代管，找找新团队来接。为着要了解家长的心声，提供协助，教育局按算31要开家长说明会，议员要求除了家长的权益，也爱照顾无辜受害的老师。 目前已经协助大概4、5位的孩子转到邻近的公幼。那老师这边呢，我也尽量协助保障他们的劳动权益。毕竟有些老师是完全没有犯错的，那也在这段期间留下来照顾小孩。教育局表示，代志发生了后，3间幼儿园拢全面加装监视器，即阵逐工拢有派辅导员，也是督学去学校辅导巡视，确保囡仔安全，也毋望互家长安心。记者柯家族柯超雄高雄场报道。